小东里青树自然科学人文导览系列活动，17日下晡来到胜利路顶的小东门城举办。活动邀请到荒野保护协会解说员张荣哲为民众解说小东门城修复过程。为了开逢甲路，这段被拆掉，那校长就把它移过来。可是他移过来的时候是把全部拆掉，然后编号过来再重建。具有趣味性以及知识性的导览，和参与的里民拢真肯定小东里长黄冠中这次规划活动。然后这次办这个小东门的活动，也是让我们增长我们对这历史的轨迹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这历史是怎么样的这样形成。来参加这个认识东门城的历史，然后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台南的更深层的历史。我觉得带小朋友来一起来了解，是很寓教于乐的。里长黄冠中表示，科技时代，民众上过挖靠网络找资料，失去了亲身到现场调查乐趣，所以才想要规划这场的活动。其实大家现在都是 Google 时代。什么事情都是问 Google 大神，可是却没有亲身去体验、现场体验这种人文历史渊源的一个机会，所以里长能够来跟这些老师、荒野协会老师来做协和，让我们社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来更深入了解自己的生活圈有这些的历史与渊源。这次的导览活动是小东里今年规划的第一场亲子活动，后续还会规划其他的自然人文系列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做伙参加，欢迎住伫咧东区小东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